咁所以今年如果真係講緊穩陣入到8大呢，我相信要5科21分或以上。大家好，我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副校長。同我最緊要係知己知彼，首先知道自己嘅興趣、能力同埋將來升學嘅一啲夢想，以及係就業嘅一啲方向。咁同時間咧，要知悉個形勢，知道今年咧嗰個報名人數啦，同埋呢個考 DSE 人數咧，其實都多咗嘅。咁按照去年嘅收生一個分數個調整咯。咁所以今年如果真係講緊穩陣入到8大呢，我相信要5科21分或以上。18至到20分嘅同學呢，我哋叫做邊緣分數嘅同學，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咧可以入到8大嘅課程，不過要符合幾個唔同嘅因素咯。如果呢啲同學咧 DSE 嘅分數咧某一啲科目係特別高，而呢啲科目個科目比重亦都係成得較為大嘅話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入到嘅。另一個因素就係視乎佢哋面試嘅表現啦。如果面試嘅分數都係高嘅話，或者理想嘅話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入到嘅。不過呢啲同學咧，我哋提議就係當佢選擇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全部嘅 Band A 選擇都係屬於一啲如 UGC 嘅課程咯。最好有一啲例如自資嘅課程或者 SSSDP 嘅課程咧，就會較為穩陣一啲。各位同學嚟緊放榜嘅時候咧，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心儀嘅成績，並且揾到自己將來嘅升學方向。